半夜，一個大約5歲嘅細路仔突然間醒咗喎。佢轉頭望向睡房門口啦，見到走廊企住咗一隻用2隻腳企喺度嘅生物，大約係1.5米至到1.7米咁上下高，全身生滿晒橙啡色嘅毛，肚中間仲有一大笪白色嘅添。第一眼望落去就好似一隻同人差唔多高嘅橙色大貓。大家好，我係 Chris， 歡迎翻嚟 Chris File。個細路嚇到即刻喺度大叫，仲想伸手搖醒瞓喺佢隔離嘅媽咪添。走廊嗰隻生物一見到佢大叫啫，突然之間衝咗入房，捉住佢心口嗰件衫。佢完全聽唔到嗰件生物發出過任何聲音，但喺腦海入邊就好似一直收到有一啲嘅訊息，就係叫佢：喂，你唔好出聲啊，唔使驚啊，我好快就走噶啦。佢感覺到對方唔似係想傷害佢嘅，反而係似偷偷地做緊嘢嗰陣時候俾人識破咗，一時間有啲手忙腳亂嘅啫。呢一段嘅記憶過咗咁多年都仲係好深刻。其中一個原因同房入面嗰塊嘅玻璃窗係有關。事發嗰日，佢父母買咗一張仿教堂色彩嘅玻璃貼紙，臨瞓之前仲捲住咗喺包裝袋入面添。阿爸話夜晚先至貼啦，點知佢見到嗰隻生物嘅時候，後面嗰塊玻璃窗已經貼好咗咯。第二朝佢第一時間去睇咧，圖案同半夜見到嗰一幅係一模一樣，所以佢一直都好難將成件事當成係普通嘅發夢。而去到2026年嘅5月，呢一個住喺歐洲中部嘅樓主喺網上講翻呢一段嘅童年回憶。佢冇話過自己見到外星人，反而主動問大家有冇一啲嘅心理科、神經或者其他正常可以解釋得到嘅嘢呢？連佢放上網嗰幅圖啊，都話明自己係用 AI 按照當年嘅記憶係重建出嚟嘅啫，大約係7成似。喺重建畫面嗰陣時候，佢亦都發現咗一樣嘢，自己細個一直叫開嘅貓，大個咗再睇翻嗰個比較長嘅嘴、豎起嘅尖耳同橙啡色嘅毛咧，其實更加似狐狸嘅，甚至令佢聯想到係埃及神話嘅阿努比斯。而拉溫同 Yuma 呢兩個名係留言區其他人加落去嘅，並唔係佢自己開嘅名嚟。一架救護車喺巴西山區公路嗰度行駛緊，前面突然之間出現咗一點閃閃下嘅紅光。揸緊車嘅叫做 Bakira。嗰晚佢由里約熱內盧翻去其他嘅城市，時間大約係凌晨嘅1點鐘左右。最初紅光仲有一段嘅距離，但好快就越嚟越近啦。跟住架救護車開始有啲唔對路喎，個引擎突然間死咗火，連車頭燈都熄埋添。佢困喺架車入面，只可以望住嗰件發光嘅物體越嚟越近啦。個物體成個圓盤咁大，大約5米闊，表面仲有幾個好似窗口嘅位置添。佢隔住個窗望入去，竟然見到5張好似貓面孔嘅嘢望住佢。當時睇唔到有冇着咩衫或者有冇尾巴，亦冇其他嘅背景資料，就只係5張好似貓嘅面孔咁樣。過咗陣，嗰件物體就飛走咗啦，架救護車先至開得返。呢單嘅案件喺1967年俾美國 UFO 研究組織 APRO 記錄咗喺 APRO Bulletin 入面。之後法國嘅天文學家阿克雅內喺佢本 Passport to Marcuria 都收錄咗呢件事，列為係88號嘅 case。連澳洲國家檔案館一份解密嘅文件入面，情報人員整理車輛離奇死火嘅報告嗰陣時候，都特別提到呢單 case 848，寫明物體入面有幾張 cat-like face 似貓嘅面孔。早喺60年代嘅記錄入面，就真係已經有人見過呢一類帶住貓面嘅不明生物。其實比巴西救護車再早11年嘅呢，美國已經有人講過另外一種帶貓科特徵嘅人形生物㗎啦。喺1956年啊，10歲嘅 Robert 同11個嘅小朋友喺蒙大拿州一個公園嗰度溜冰，玩玩下有人發現半空有啲唔對路喎。Robert 抬起頭就望上去啦，見到有一件好奇怪嘅飛行物。事發之後有一晚佢半夜醒咗，突然之間發現房入面多咗個身影喎，身影唔高，輪廓大致好似人咁樣，但對眼又大又深色，望落仲有一種好明顯嘅貓科動物感覺添。而喺另外一個地方，亦都有一個叫做 Melissa 嘅女仔有個類似嘅經歷。佢細個有一晚醒咗，見到一個貓面人身嘅身影，仲話對方好似完全受唔到牆壁嘅阻隔咁樣，就咁樣穿咗牆入咗佢間房。第二日佢講俾佢屋企人聽啦，父母只係當作佢都係發夢。
兩個人細個原本完全都唔相識嘅，各自記住咗呢段童年嘅怪事。點知幾十年之後，佢哋相遇仲結埋婚添。兩公婆傾起細個嘅經歷嘅時候，先至驚覺大家細個房入面出現嗰個嘅怪人，竟然都係生住一張好似貓面孔嘅嘢。呢兩段故事主要係嚟自研究員 Preston Dennett 嘅訪問同埋記錄。喺50-60年代，呢啲嘅 Cat People 都仲只係個別目擊者嘅外形描述，仲未有人叫得出佢哋個名。亦都未有固定嘅種族或者係完整嘅宇宙歷史，直至到80年代尾啊，情況就開始轉變啦。如果前面嗰幾個故事只係目擊者見到似貓嘅生物咧，去到1988年情況就開始唔同啦。嗰年嘅 Maria Hope 出咗一本書叫做 The Lion People， 即係獅人啊。佢聲稱透過通靈接觸到一個叫做 Pezes 嘅外星種族喎。呢一班嘅生命被應用成生住獅子嘅特徵嘅智慧存在，嚟自天狼星嘅。由呢一度開始，似貓似獅子嘅人形生物唔再只係零星嘅目擊，而係第一次有具體嘅名同埋來源。去到1992年，佢再次出版咗一本書叫做 The Pezes and the Crystal People， 直頭將呢一班天狼星獅人同古埃及嘅神話，甚至遠古人類演化綁埋咗一齊。古埃及本身就有好多貓科嘅神士嘅咧，好似貓頭嘅斯巴特同獅子頭嘅色咩。喺呢一套嘅理論入面，古埃及崇拜貓同獅子，就係因為遠古時期接觸過呢一班嚟自天狼星嘅外星人啦。不過當時呢一班嘅獅人主要係連去天狼星都仲未叫做 Yuma 嘅，亦未同天琴座扯上咗關係。但呢一個時候，獅子型嘅外星文明概念已經正式形成啦。差唔多喺同一時期，另外一條嘅故事線亦都開始慢慢浮現咗出嚟啦。喺1989年出版嘅 The Prison of Liwa 天琴座之鏡，將天琴座、天狼星、獵戶座同昴宿星串埋咗一齊，畫出咗一張好似家族譜咁樣嘅宇宙地圖。當其時講到天琴座，大部分都仲以為好似人類咁樣嘅外表。去到1992年，作者 Lisa Royal 整理咗一份外星種族外貌嘅資料，先至提到一批帶有貓科特徵嘅天琴座人。佢哋嘅身材大致同人差唔多，對眼好大，鼻、耳仔同嘴帶有少少貓嘅線條，全身冇口毛，只係得一層好薄好似兔毛咁樣嘅保護層。嗰陣嘅天琴座貓族只係有少少似貓嘅人形外星人，仲未係成隻獅子老虎咁嘅樣。當天狼星人、埃及貓神、天琴座傳說同各種科幻作品喺網上互相流傳，幾十年之間唔同版本越傳越豐富。有人話佢哋只係五官似貓，有人就直接畫成着住高科技嘅裝甲巨型戰士。大家而家見到嘅貓星人形象咧，其實就係咁樣一層一層堆疊出嚟㗎啦。一隻3米高、重過300公斤嘅大型貓科生物，身上着住咗金色嘅盔甲，識得操控聲纜，講嘢仲會發出低沉嘅咕嚕咕嚕咁嘅聲。呢個先至係而家網上所提到嘅 Yuma 嗰陣時最常見嘅形象嚟。呢一套具體嘅設定可以追溯到2020年 Cosmate Agency 發布嘅文字記錄。佢哋將 Yuma 形容成一個大型貓科智慧嘅種族，主要係住喺天琴座、織女星同埋一個叫做 Avalon 嘅星球，呢度叫佢做亞亞龍星球。佢哋喺天狼星亦都有大型嘅聚居地，仲係星際聯邦嘅成員之一。佢哋唔再只係塊面好似貓咁樣，而係直立行走嘅巨型獅子同埋老虎嚟。男性會着住高科技嘅金色盔甲同埋紅色嘅披風，連生活嘅細節都寫得好足。佢哋係食肉嘅種族嚟，但會自己製造合成肉。住嘅建築物就有好多巨型嘅石柱同貓科嘅雕像。飛行器就以一個拉長咗嘅厚實 U 型。第二年嘅 Freeland Culture 記錄入面咧，仲講到一個好神奇嘅講法。佢哋話地球上嘅家貓最早其實係嚟自亞亞龍星球嘅。古埃及時期有外星嘅飛船降落咗地球，家貓跟住另外一批嘅外星人落咗飛船，就係咁樣留咗喺地球生活啦。去到2023年，發佈者甚至話自己直接透過視像嘅通話，同一個身高超過3米叫做阿里莎嘅 Yuma 對話。由60年代一張似貓嘅面，到呢一度已經變成咗一個有自己嘅星球、飛船、歷史同社會制度嘅龐大世界。去到2024年，關於 Yuma 嘅記錄又多咗一件好特別嘅事。發佈者話自己當年身體非常之差，之後收到 Yuma 嗰邊嘅聯絡，仲派咗穿梭機接佢上一艘嘅飛船。
過嚟接佢嘅就係之前我哋提過超過3米高嘅阿里莎獅子人啦。入到飛船之後，佢被帶到一個好大嘅房間，周圍企住咗一班獅子同老虎外形嘅 Yuma， 有白霧有鼓聲，房中間仲有一張石台嘅添。佢瞓上去之後，成間房開始發出一陣好低沉嘅震動。最初佢以為係某啲嘅機器發出嚟嘅聲音，點知佢好快就發現嗰種震動聲根本上就唔係機器發出嚟嘅，係成班3米高嘅 Yuma 一齊發出好似貓嘅咕嚕咕嚕咁嘅聲音。當嗰種低沉嘅聲包住咗成個人之後呢，佢突然情緒崩潰咗，喊咗好耐，感覺成個人嘅壓抑一下子就放晒出嚟。我聽到呢一度，個感覺就好似薩滿咁樣。而成件事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呢一種嘅療癒方法，竟然兜翻去我哋每一日都見到嘅嘢，就係貓貓嗰種咕嚕咕嚕聲啦。喺現實世界入面，家貓嘅咕嚕聲震動嘅頻率大約喺20至到30嘅赫茲之間。伏喺人身邊嗰種嘅陪伴同震動，本身就真係可以令到人心跳放慢、放鬆落嚟。去到 Yuma 嘅故事，呢一幅大家都熟悉嘅畫面就被放大成間房巨型貓科生物一齊發出嘅咕嚕咕嚕幫人療癒嘅聲。由1967年救護車司機見到嘅飛行物入面嗰5張嘅貓面，到後嚟有自己嘅星球、飛船、社會，甚至連咕嚕聲都有療癒嘅。成套故事已經由幾張嘅面孔變成一個完整嘅宇宙傳說。但再望翻2026年，我哋頭先所講嘅童年回憶，當事人由頭到尾都冇話過喺房外面嗰隻生物叫做 Yuma， 甚至唔肯定係叫貓啊定係狐狸。Yuma 呢個名係其他人後嚟加上去嘅啫。究竟係人類終於替一種一早已經存在嘅生命揾到一個名啊？定係有咗名之後，大家開始將所有相似嘅故事放埋一格呢？今集嘅 Quiz File 就講到呢一度，我係 Chris，下集再見，拜拜。